Hello，咁多位團友，我係領華導遊欣欣啊！出嚟玩最緊要物超所值。如果我話你知699起，玩足3日，仲要住2晚國際品牌酒店，包埋2場震撼大 show 嘅門票，你信唔信先？我知你想話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，實有蠱惑啦！嚟跟住領華導遊，阿欣話你知3日嘅時間，我哋食盡非遺美食，睇盡震撼大 show，仲要住得舒服，用幾百蚊就可以玩出幾千蚊嘅豪華 feel。首先，我哋連住2晚嘅國際品牌酒店，全新開業嘅順德樂松假日酒店，唔使日日搬行李。朝早食飽早餐，我哋再出發嚟順德玩，實要大把口福啦！第一日落車就開餐，任食蛋加非遺現拆蝦宴，鮮甜到停唔到口。下半場我哋重本包飛，全新開幕，足9萬尺嘅海洋王國，行遠海立方，睇超唯美嘅美人魚 show。夜晚仲有好味到震嘅5董牛肉火鍋，返到酒店仲有暖心宵夜粥，嘆足 VIP 待遇。仲未算啊，第2日再帶你睇一生必看嘅大型歌舞 show《廣東千古情》，嗰種視覺嘅震撼，睇完絕對拍爛手掌，包你值返團費。夜晚我哋去百年祠堂食2世祖私房菜，認真夠地道。最後一日仲有金牌燒雞大魚水香宴，包你食過翻尋味。回程再帶你打卡深圳全新地標 K11，漫步1.3公里嘅濱海長樂，成個行程正到冇朋友。嘆新酒店睇大 show 食好嘢，咁正嘅3天純玩團，周1至周5只要699起，名額真係有限。想趁住暑假帶埋屋企人上嚟放鬆下，咁即刻 WhatsApp 或者打熱線揾我哋報名啦，等你一齊出發啦！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